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以赛亚书第33章第17节到22节，启示录第22章第6节到第7节，18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，或者我们应该更清楚的说，主的荣耀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人其实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上帝的工作以及上帝的荣耀。他说，到底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可是使它生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在使它生长的上帝。很多时候人们都看重自己的工作，认为功劳都属于自己的。这样的心态与生命基本是违反基督信仰的。正如同保罗的提醒，他说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都在使它生长的上帝。他们并不看重自己的功劳，因为他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。施洗约翰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追求者。当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以及当时的人们都这样子在猜想，他们说，人民满怀期待，大家心里猜想，也许约翰就是基督。施洗约翰并没有借机会，借着大家的欢迎，就大张旗鼓地组织自己的群众团体。他反而非常清楚地表达，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工作，他只是来做上帝的工作，为了主基督而预备道路而已。约翰这样说道。因此约翰告诉他们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可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本机，要扬进谷物，要把麦子收进仓库。至于比康，他要用永不熄灭的火来烧掉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，你们将再看见一位君王的光辉和广大的国土，对外国的税吏和奸细的恐惧已成为过去。你们再也看不见傲慢的外国人在讲你们听不懂的话。你们看西安吧，它是我们庆祝神圣节期的城。你们看耶路撒冷吧，我们在里面多么安全。它要像永不移动的帐篷，它的橛子不再拔出，网子永不断掉，绳子也不会断掉。上主要显示他的荣耀，我们要住在宽广的河流边，敌人的船只不在那里航行。
纵使敌人的船只进入我们的港口，鬼神要松脱，帆篷张不开，船上的货物成为我们的战利品，连不能走路的瘸子也有一份。上主是我们的审判官，是我们的立法者，是我们的王，他要拯救我们。其实这也就是施洗约翰所在预告的那一位审判拯救的耶稣基督。将来的荣耀君王耶稣基督，他将要成为这个世界，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还有拯救，使得世人不再陷入于恐惧之中，并且有上帝保守的安全平安。这也就是圣诞节的福音，是上帝所赐下的救恩。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，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荣耀，是耶稣基督的荣耀，是上帝所应许实践。基督徒应当看自己为粪土，这是保罗的生命态度。他曾经这样说：不止这样，我更把万事看为亏损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为了他，我损失了一切，当作垃圾，为要赢得基督，完全跟他连结。我不再有那一种因遵守法律而有的义，我现在有的义是因信基督而有的，是上帝所赐的，是以信为根据的。我只渴望认识基督，体验他复活的大能，分担他的苦难，经历他的死，希望我自己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到第11节的经文。耶稣基督快来了，人的荣耀很重要吗？就如同福音书所记载那10位童女，她们等着新郎的到来。一旦新郎一到，无论是10位童女或是5位聪明的童女，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要再追求或是强调自己的荣耀。启示录这样告诉我们：天使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。那赐下圣灵给先知们的主上帝差遣他的使者，把必定在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情指示给他的仆人们。耶稣说：看吧，我快要来了。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接着20节又说，为这一切事作证的那一位说，是的，我就快要来了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请来吧。我们只不过是救恩的见证者以及仆人，真正的荣耀都要归给上帝的羔羊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因为凡事都为自己荣耀而努力的人，就要被上帝给除名，就不能再享受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的赐福。如同耶稣基督，他也教导我们追求的。他说，刻意让赞美并赢得荣耀的人，已经得到他
应该得的了，就再也不能够再得到属天的赏赐。最近在台北中会因为总干事准备退休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立刻主动的退出了中会当中各个联络的群组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但是却充分的让人家看到一个牧者应该要有的伦理作为，以及应该要展现的风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赞美主的荣耀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所赐的恩典，让我们虽然不配得，但却仍然因为相信而得到救恩。感谢主过去1年的带领保守，愿主的荣耀长存直到末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